嘅啫，係嘛？OK， 咁呢一日裏面咧好特別喎。尋日咧喺10:10到啦，咁我就知道打電話再打一次 confirm 一下阿師傅嚟唔嚟啦。咁師傅就話我仲係多一日就得㗎啦。咁啊多一日啊，好啊，多一日好啊。咁啊跟住問佢，我可唔可以承載呢件事繼續進行啊？咁師傅就話恩賜咗咧就可以今日繼續進行㗎。所以咧佢就話咁啊今日咧仲要有楊大師嘅好朋友嚟，我千祈要繼續進行，同埋為我哋準備更好、更精彩嘅喎。咁我話哇咁啊，咁我10:10咯喎，10:10咁啊10啦嘛，10下咁樣，咁我點做好咧？咁我就同阿咪講，阿咪啊，張博士話想聽下歌俾我，你得唔得啊？跟住佢就得，跟住之後點咧？我哋就苦戰到3點幾啦。我哋有冇黑眼圈啊？都幾靚係咪？咁咧我就咧啱啱咧就好搞笑咧，又過站喎搭車，咁點解咧？就講一段錄影啦嚇，呢段嘅詩稿嚇。咁啊好抱歉話我未背到，因為咧我擔心我自己講少咗。咁啊呢一個人咧係我生命中好重要嘅人，佢改寫咗我一生。佢咧第一次咧游泳比賽嘅時間咧，佢攞咗個亞軍喎，跟住同我講：我下次會攞冠軍俾你。跟住咧17歲，佢成功啦！佢終於喺義工發展局，佢攞到義工時數嘅冠軍，得到官方傳媒嘅採訪，恭喜佢！18歲，佢第一次自己去募捐行一個人哋話非常艱難嘅108公里嘅戈壁山。19歲，高永文醫生一定同埋上市公司嘅主席都話要同佢一齊行第2次戈壁。今年啊，佢20歲啦嚇，已經係500人以上嘅台上高嘅台前幕後嘅大功臣。今日我哋用熱烈掌聲歡迎呢個特別嘉賓，香港大學心理學學科3年級學生張進川先生。大家好，我係麥張，係啊，大家可以叫我阿麥。係啊，我要開個畫面先啊。係啊，我叫麥張，咁大家可以叫我麥嘅。咁我係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嘅3年級生啦，都係第1屆戈壁視線行嘅完成者，同埋第2屆嘅參與者。咁開始之前咧，我希望同大家講一個故事。呢個故事係講關於個18歲嘅後生仔，佢好努力考上咗香港大學啦。當時佢都有個女朋友，都有一班好好嘅朋友陪伴住佢。不過接住落嚟入咗大學之後，佢發現好多嘢都變咗，好似乜都唔識咁樣。去到大學，我應該點樣揾朋友？應該點樣去學習呢？女朋友又飛走咗，又異地戀啦。然之後仲要係你又揾唔到啲朋友，甚至屋企都會離異，都有屋企人離婚嘅情況。嗰陣時嘅我陷入咗一個輕微嘅抑鬱症，甚至係一啲比較大、比較多人嘅場合都有憂鬱症。嗰陣時就係我，嗰陣時18歲，呢個就係我，呢個就係嗰陣時面對住大學。我每一日就係返學，返完學返嚟，可能煮個飯或者食個飯，然之後可能同女朋友傾句電話，好似做記錄咁，報個告，然之後嗰個就完㗎啦，好悶㗎，黑白㗎，係機械式㗎。咁每一日就係咁樣過，感覺人生好似冇乜希望咁樣。不過有一日，我媽咪同我講，有個活動需要你幫手，佢需要有人幫手做 panel， 需要做一啲簡單嘅做音樂嘅，做 IT 嘅啫，好簡單，邀請你過嚟幫下手啊！咁我心諗，好簡單嘅嘢 IT 我都識啲嘅，咁我咪試下咯。係啊，都去應該無傷大雅嘅，又唔會見到好多人，我都喺嗰度做嘢。咁當時我就咁樣懵懵懂懂咁行咗去呢個簡介會啦。咁去到簡介會，我咁樣坐喺台下，台上係咁樣嘅，就望住一啲嘉賓，咁啊有高永文醫生啦，都有評議會主席啦，甚至都會見到有好似Uncle Sally 係佢哋主辦方嚟嘅。咁佢哋重複地講咗一句嘢，我好深刻。
嗰一句嘢咧，就係人一生人總要去一次戈壁。佢哋講到話戈壁係幾咁靚，行完戈壁係幾咁成功，甚至有啲 NBA 嘅人，嗰啲 CTO NBA 嘅人好勁㗎嘛，個個讀完 NBA 都好成功。佢哋其實每一年要行一次戈壁先算畢業。佢哋仲話到咩？高19喎，高16喎，成幾千人一齊行喎，戈壁好宏偉、好大嘅一個沙漠嚟㗎喎，你可以同時間無論感受到大自然嘅力量，或者係感受到嗰度好濃厚文化嘅氣息。咁嗰陣時我哋要行嘅咧，嗰個係叫做絲綢之路。咁完咗啦，其實我係記得呢句嘢，但係冇乜感覺㗎，我淨係知道係一生人總要去一次過嘅啫。但係好似好難喎，我又冇做運動嘅嗰陣時，係咪先？你同我講，我無啦啦我要走去行個108公里喎，我話我10公里都行唔掂啦，係咪先？咁其實我係冇諗住參加嘅開頭。咁但係呢句嘢喺我腦海裏面重複住，我一直喺度諗，一生人總要去一次戈壁。咁我係咪真係好想去戈壁？但係仍然我係阻住咗自己，都係唔係幾想去住嘅，所以係冇做到行動。但係一個機緣巧合之下，我喺2024年嘅3月參加咗一個成人課財商嘅課程。佢讓我睇到原來人生有好多嘢可以體驗，其實有好多思考上嘅模式可以改變。原來人生係可以不一樣，原來我係可以有我自己目標，有我自己嘅夢想。咁所以喺完成畢業嗰一日，我喺同學同埋喺導師面前宣告，喺面前承諾佢哋話我2024年將進村要去一次戈壁，係非常之有力嘅一個宣告。而嗰刻嘅我都好相信，因為當時財商佢同我哋講嘅就係、其實即使嗰件事有幾難都好，你如果好想做，你只要先踏出一步，後來嘅事你可以之後先算。但係只要你踏出一步，做到個3%，你其實就已經付出咗好大嘅努力。因此，我承諾咗，我宣告咗，我更加要做一啲行動俾自己。然之後落嚟接住嘅3至4個月嘅時間，我都好努力咁樣去訓練。每個禮拜會揾7日，每個禮拜會揾5日，係會落樓下喺我屋企油塘行去觀塘，再行翻去油塘嘅嗰陣時，行5公里 ，keep 住行5公里。咁當然唔單止一個人啦，有時都會拖住我媽咪一齊，都會係落去一齊行下路。而甚至我放學翻嚟咧，我都會喺屋企樓下度喺大堂行到上頂樓40樓，再翻屋企嘅。咁都係想訓練自己。除咗自己一個人啦，我哋都會係有一個團隊，同之後一齊去行戈壁嘅人一齊去做訓練，感受呢個團隊開心嘅氛圍。咁就喺呢個努力底下，呢段3個月4個月嘅時間就係咁就過咗啦。咁就嚟到我第一屆嘅戈壁慈善行，係4日3夜108公里。去到之後，其實我先發現原來戈壁係真係好靚嘅，無論係嗰度浩瀚無垠嘅一個沙漠，或者係一望無際嘅草原同戈壁，呢個大自然嘅力量，甚至喺夜晚你見到個月亮係發光，好似個太陽咁樣照住你㗎。喺呢個咁靚嘅大自然底下，甚至你諗到當時其實好多商人喺幾百年前都係行呢條路，甚至成1000年前，你同佢哋一齊行緊嘅。唔單止你自己，同歷史上面嘅人，同你而家嘅團隊一齊行，感覺真係非常之深刻。即使係第一日，我面對住行到最尾，有少少發燒嘅感覺，行咗接近7個鐘啦已經，但係我都要堅持，我要繼續去行。而第3日我都有面對迷茫嘅情況，我望唔到前面支旗喺邊，我唔知要去邊啊！全部都係沙塵暴嚟嘅，乜都睇唔到。但係我淨係諗起我其實已經付出咗接近3個月4個月嘅努力，我唔想喺呢度就停低，所以我繼續向前行，直到我揾到下一支旗杆。每一次都係咁樣諗。
而喺團隊配合底下，我就勝利咗啦。係冇嘢睇嘅。我可以完成第一屆嘅戈壁係108公里，係好深刻嘅一次體驗。而呢一次體驗都讓到我願意再打開我自己，讓我自己去做啲公開演講，讓我自己去表達我裡面其實有乜嘢感受，有咩想講俾大家聽。咁同時都點起咗我裡面嘅一團火。呢團火令到我第3日喺營地裏面，自願去行出嚟，喺一個接近100人嘅面前，去講關於我今次喺戈壁裏面最大嘅感受我嘅體驗，或者喺最後完咗之後，我都會喺一個舞台上面同大家分享今次我最大嘅心得，因為始終我都係一個年輕人，我都希望將呢個年輕嘅體驗帶俾大家。呢團火點着咗我。點着咗我本身好漆黑、本身黑白、本身機械嘅人生，讓到我覺得人生真係不一樣。呢團火都令到我離開咗戈壁之後，繼續燃燒住我嘅生命，令到我有好大嘅轉變。我喺接住落嚟24年嘅12月，我去參加咗一個16公里嘅山賽，係我真係冇諗過我會去跑步嘅，其實。但係行完之後，我有一個新嘅心得，甚至喺我哋一班歌友面前，我哋一齊參加咗呢個16K， 我跑第2名㗎，係好不可思議。但係同時，其實我都發現到，即使我跑咗第2名，其實都可以再跑好啲。我更係自己設立咗一個70日，連續70日。每7日跑5日嘅一個跑步計劃，為咗完成呢個跑步計劃，甚至有一日我喺機場，我要去機場博覽館聽咗全日嘅 talk 之後，坐到隻腳都痹晒嘅時候，我仍然第2朝都要凌晨5點走去喺機場跑翻出東涌，再跑翻出機場，去完成我呢個計劃。呢一團火令到我成個心態改變咗，令到我發現其實好多嘢可以堅持去做嘅時候，你會睇到好多唔同嘅色彩。喺完成咗呢個70日計劃之後，我仲參加咗渣打馬拉松半馬。而喺我第1次半馬，我就能夠得到一啲新嚟嘅人都未必得到嘅成績，就係接近2個鐘嘅成績，係非常之不可思議。有冇人知道半馬係幾長？21唔知幾多？係啦，就係21公里，再得少少啫。21公里係唔簡單嘅喎，係啊，係真係唔簡單。我哋係跑過去21公里，所以呢21公里都讓我感受到其實大家係一齊跑㗎，只不過喺呢個跑嘅路程，你係以乜嘢速度，你係以咩心態，全部都係睇你自己啫。咁呢團火持續咗半年之後，我就回歸翻我嘅生活，就每一日去翻勤勤力力喺呢個學業上面繼續去努力嘅生活。咁就過咗呢半年1年之後，就嚟到第2屆啦。第2屆嘅戈壁都係4日3夜，不過今次多咗少少嘢，就多咗2公里，係啊，2公里啫。但係今次戈壁，我嘅身份係完全唔同㗎啦。上一次嘅我可以做一個默默無聞，就喺團隊裏面做一個少少貢獻者嘅隊員。但係今一次我係隊長，我背負咗一個好大嘅責任。我喺高永文醫生上面接咗呢一支旗之後，就證明咗我係一個隊長嘅身份。而身為隊長，我哋就好似而家嘅我咁樣，站喺台上面望住台上面嗰度有啲宣誓詞嘅。我哋係要宣誓，係要每一刻去確保每一位隊員嘅安全，同埋 check 佢安全之餘咧，仲要安全帶佢哋翻終點。安全、隊友、終點呢3個字喺我腦裏面好深刻咁記咗落去。咁喺呢個重複住隊友、重複住安全、重複住終點，我就喺呢3個字裏面過咗，係戈壁就去到第1日啦。
第一日係22公里，咪話算我跑咗21公里嘅，係啊，好簡單嘅就嗰陣時對我嚟講，跑下就完㗎啦。咁嗰陣時我心態點咧？第一日22公里啫，好簡單啫嘛，係咪啊？咁一定跑得掂嘅，冇可能有問題。咁嗰陣時我就係隊長啦，但係我隊員咧都係一個輪椅人士，咁所以其實我哋隊長同埋隊員咧10個人，有7個人都要拉住佢㗎。我覺得都簡單啫，就算我跑快啲都得嘅，係咪啊？大家咪覺得得㗎？得㗎嘛？可以㗎嘛？哇！你哋都有時間。係咪啊 ？OK 㗎嘛？冇問題㗎嘛？完全冇問題㗎嘛？咁就有問題啦。係啊，好有問題啊！我爭啲死啊！喺第13公里嘅時候，我就係咁樣行一下，腳冇晒力，好想嘔喎！熱衰竭。我好唔舒服啊！好暈啊我，點算啊？我會唔會行唔到去中途站？甚至行到中途站嘅時候，我就係咁樣坐咗喺度，喺度乾嘔，好唔舒服，嘔咗20幾次，嘔到成個人攤咗喺度。係啊，攤咗喺度啦，唔通就咁就完咗？所以我就咁樣俾人送咗去醫院。喺醫院裏面度過咗接近1日1夜嘅時間。喺嗰段時間，我就係感覺到好似有啲護士喺我手上面篤咗好多支針咁樣，好似俾人貼咗好多嘢咁樣。唔通就咁要完啦？我好想帶埋我啲隊友返終點，我唔想喺呢度就完，甚至我唔會就咁就完我嘅生命啩。冇咁快完啩，我好想帶佢哋返去。我係隊長，我真係好想帶我隊員一齊返終點。我覺得身為隊長，我真係好想咁做。呢個好想帶隊友返終點嘅心態，喺我腦裏面 keep 咗1日1夜之後，我做咗一個決定，喺專家同埋我媽咪嘅確保底下，我確保我自己身體係安全嘅，所以我做咗呢一個決定，就係我要返終點。我第4日我要返終點，我呢團裏邊嗰團好強烈嘅火重新燒起咗，即使我身體有幾疲憊，即使我身體有幾受傷，即使我狀態有幾差，我都要返終點。我好想返去，我好想睇住我隊友返終點，甚至我好想同佢哋一齊跑返終點。我真係好想咁做。而喺呢段執念嘅底下，我成功帶到我班隊友一齊返終點。甚至我喺嗰一日，我其實係凌晨4點起身嘅，一個人搭咗5個鐘車去終點。熬咗去終點之後，我仲倒轉跑咗2.5公里返去。嗰陣時我嘅身體即使有幾疲憊，即使有幾攰，我都要跑返去揾我隊友，我都要同佢哋一齊衝終點。係啊，結果係唔完美嘅，我係跑唔晒全個嘅，但係我帶到佢哋返終點，好開心，好喜悅啊！我覺得。而呢一切都係源於嗰陣時，我願意去踏出一步。嗰陣時，我唔單止參加咗第1屆之餘，我仲參加咗第2屆。第2屆之後，我仲透過我好強烈嘅念想、好強烈嘅執念，讓我自己重新返去呢個終點線上面。而完咗戈壁之後，完咗第2屆，我更係完成咗一個好大嘅蛻變啊！之前我咪跑咗1半馬嘅，接住下來，我做咗個意想不到嘅嘢，就係我去咗柏林啊！我喺上年9月，我去咗柏林跑一個全馬，係完全不可思議嘅，我覺得我自己。德國呢個地方都對我個意義非常重大。諗起我當時中3，
係 Covid， 係1920。因為疫情嘅影響，我唔能夠喺嗰陣時復活節去到德國。我好想去，嗰陣時報咗一個7日6夜嘅旅程，但係我去唔到。就似德國喺我腦海裏面一直沉澱住，一直喺度重複住，直至到去到24年，我終於去到德國啦！我甚至喺嗰度完成咗一個馬拉松。原來德國係咁靚嘅喎，工業革命係真係咁靚，係真係咁勁嗰啲嘢。原來我係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睇到唔同好靚嘢、好宏偉嘅嘢喎，係。原來我嘅人生唔係淨係得黑白，其實係好多色彩可以睇到，只係你有冇去願意去發掘自己，有冇願意去讓自己定下啲目標之後踏出你嘅第一步。而呢個第一步，我覺得非常重要，令我成功完成咗呢一個蛻變。喺呢度，我想第一句嚟自都係德國嘅哲學家，佢係海登格。第一句名言嘅一個格言，就係你只要未經歷過死而後生，你就尚未真正成為你自己。呢個死唔單止係講當時接近生理上，我喺上面昏迷接近死亡嘅一個狀態，而係曾經我喺18歲嘅時候面臨到，無論係父母離婚、揾唔到朋友、冇晒朋友、唔知點樣、無知嘅嗰種困境，甚至係我嗰種唔去練習之後去踏上戈壁，令到我自己身體非常之差嘅一種舊習。喺呢幾種嘅黑暗裏面，喺呢幾種嘅死裏面，我重新蛻變咗，好似毛毛蟲蛻湧成蝶，重新獲得一個新嘅人生，重新踏上呢一片彩色嘅，不再係機械嘅，原來係好活生生嘅土地，成為一個唔單止人生只係表層，而係更加有深層次、有意義嘅一個存在喺呢個地上行走着。而呢一個故事，我希望唔淨係屬於我自己，呢團火都係唔淨係屬於我自己。今日帶呢個故事俾你，唔單止係將我呢團火點燃，更係將呢團火可以傳埋俾你哋，點燃你哋每位各位在座各位嘅火。呢團火係你哋能夠去達到目標嘅嗰團火。你哋有冇一啲曾經好想做，好似我嘅戈壁咁樣，好想去做嘅事，但係因為有啲困難做唔到呢？如果有嘅話，我希望接住落嚟嘅1分鐘，你哋可以攞喺台面上面嘅紙同筆去寫低或者畫低你哋心目中嗰個好想做嘅事。接住呢1分鐘交俾你哋啦。好，我哋用1分鐘俾自己去安靜咁樣去寫下你一幅圖畫，或者你好想完成嘅嘢，好嗎？多謝大家。1分鐘係一個好寶貴嘅1分鐘。1分鐘係送俾自己嘅禮物。你好想喺2026年裏面，你想達到嘅，或者你有啲咩夢想，或者你想見到嘅畫面，隨意嘅、直覺嘅寫出嚟。
分鐘就好快就到啦。從迷失到重生，我的戈壁之旅，我哋多謝我哋嘅麥生。好，由於時間關係咧，我哋用咗爭取個時間去回饋分享好嘛？因為呢個係3人同行，咁咧就剛剛呢位20歲嘅大學生，佢演繹咗佢自己人生。有一個我認為叫宅男啦。內向啦，唔理人啦，匿埋台底嘅大學生人仔，我逼佢做義工，逼到佢成就佢要上台嗰啲。但係今日嘅係由佢有心而發選擇，尋晚做拋波做3點幾，陪住佢一直練嘅。好，今日咧你可以去回饋俾佢啦，送禮物俾佢啦，或者送禮物俾自己。你覺得佢有咩做得好嘅地方，或者更加好嘅地方都可以講下。咁我哋爭取好嘛？因為我哋容許5分鐘。OK， 等下，俾個咪先。好 ，thank you，Bonnie， 可以先講。唔係㗎，我覺得你太搶咯，但係你都要顧住屋企人，即係唔好令到自己有危險咯。哦，好嘅，好嘅。好多謝你分享啦。收禮物，係啦，你收禮物唔好講。即係第一樣嘢咧，即係好欣賞你嘅欣賞你嘅位其實係即係唔係走出嚟講嗰回事，而係即係你自己見到你嘅生命咧，其實係俾自己去開闊同埋去突破。咁我唔知啦，即係係咪你媽咪頭先就講好多即係逼你嘅一啲嘢，但係我幾相信其實就係你有一個嘅願意性，你先係會被逼到嘅。即係尤其係即係呢種嘅願意性，我諗就係原來係見到你係為自己生命去負責，即係見到你自己其實見到嘅認識自己困境嘅時候咧，係願意踏出去。我特別深刻咧，即係聽見你頭先嘅分享裏邊咧講到，即係叫做係其實你都唔知自己行唔行得到嘅，咁但係你就係肯去行第一步。咁其他啲就係陸續而嚟啦。即係呢個對於我嚟講，其實都係我一個學習，其實就係都係啦。有時候做好多嘢咧，唔好諗咁多。即係你真係想做嗰樣嘢，你要踏出去，你先見到多啲嘅畫面，你先至係可以再有下一步嘅一個嘅計劃。你冇可能即係聽晒所有嘢先至去嘅，即係係。咁呢個都係我喺你身上面去再重新去學習嘅一樣嘢啦，即係嘅呢個地方。咁另外亦都好欣賞你啦，即係俾自己一路去成長，一路去進步。當然啦，即係其實係我唔知大家去聽嘅時候咧，即係其實第二次咧，我老實講咧，我係覺得太過驚險嘅，即係因為講到去到唯一嘅個目標咯，去到生死關頭咧，我都覺得其實真係都幾危險喎。即係正如你一開頭所講，其實安全係好緊要嘅。即係做有時候我諗，即係做每一樣嘢，包括我哋去追自己嘅夢想嘅時候，唔好忘記最基本嘅第一成嘅原理，即係最基本嘅一個原則，安全第一，真心嗰句。如果有人真係出事，可以係你，可以係其他人。如果出事嘅時候，成個旅程變咗味㗎，即係嗰樣嘢其實真係要好小心。但係感恩嘅，即係我哋人生就係唔係得你一個嘛。當你出事嘅時候，你有同伴嘅，你有其他人去照顧住你嘅。即係我覺得亦都係好似我哋人生咁樣，做我哋追夢嘅時候，其實要我哋去穩陣。我哋其實唔知幾時會出意外嘅，但係我哋要去成功嘅時候，我哋需要有好多好嘅同伴，同我哋一齊係向前嘅時候，當我跌低嘅時候，係佢哋可以支持我去走翻起上嚟。即係我覺得係聽見你喺你身上面欣賞你嘅，即係為自己生命嘅負責，同埋向前不斷去成長，亦都係見到你背後有好多好愛你嘅人，去關心你、支持你嘅人，以至到你可以成長，為你感恩。阿咪你好啊，都唔係第一次見你嘅，見過好幾次嘅。聽你嘅大名咧，都喺唔係史泰龍嗰度聽到先。史泰龍喺史泰龍聽到，有個後生仔帶我去行高壁喎，仲係隊長添喎，後生仔邊個啊？但係點知搞下咧，就撞到你嘅。咁不過今日聽咗你嘅故事，我都覺得非常之好嘅。其實人生梗係有好多經歷先至會有珍惜嘅，即係相信你有呢個經歷之後咧，一定會更加叻、更加好。記低你所有嘅經歷都係成長嘅一個踏腳石嚟嘅。
永遠都係嘅。我就係咁覺得嘅。你有個咁好嘅媽咪，我都有一個媽咪喺度。咁我想講就係做到咪做咯。其實我哋有時真係好多嘢落定咗個目標，但係你唔能夠話全部知道晒先行到過去咯。我只係咁講。你頭先講行出咗第一步已經係最緊要，跟住 keep 住咁去，有唔啱嘅修正再行，再行。你有嘅就係時間，即係咁講啦，因為你後生。要而家啦，最後生嘅。咁好啦，咁keep 住啦，跟住繼續去做，一定得。有邊位？你好啊，我覺得咧，你有今日嘅日子咧，如果冇你媽咪嘅話咧，我諗你都唔會有今日。因為由你媽咪係好推動你，佢唔係逼你，而係個心態佢想做嘅嘢，希望佢個仔幫你成全到佢嘅啫。咁你可以藉住到你媽咪嘅心願，其實你係好成功嘅。佢哋所講嘅嘢，即係等於我想講嘅嘢，就係咁簡單。你聽到啦，你跑過馬拉松，跑全馬啦，我都佩服你，因為我見到好多人跑啦，真係好辛苦嘅，真係有一個堅持，你真係好厲害。你咁後生咧都跑到個全馬翻嚟啦，你都真係。同埋我揸車啦，揸110公里啦，我都覺得有少少長啦，係咪先？哇！你仲要行添，所以咧你毅力咧，我就佩服。我都想行下戈壁，但係咧應該我都冇乜機會啦。有冇講啊？我頭先諗深圳可以行下咯。點解坐輪椅嗰個可以去行？拉佢行咯。係啊。咁佢唔係一個負累嚟㗎。佢會唔會覺得自己一個負累咧？定係唔會。盲嗰啲嘢唔打。團隊嚟㗎嘛。係咪團隊？玩但係話俾你聽啊！有心人幫你嘅。有人話俾你聽。一陣間話俾我睇點樣行嘅。好啊，話俾你聽。個沙漠嚟㗎嘛，個輪應該話俾你聽。佢哋拉咯。而家有冇想睇啊？隊長喺度啊！放心，係主角呢度。睇下你點拉佢。哦，係啊。有埋雪橇嘅。俾我定係俾佢？我做過嘅年長嘅男士啦，我叫偉啊，我好欣賞咁年輕就可以經歷唔同，即係相比我自己經歷嘅我就比較黑暗啲，但係我黑暗就係喺即係遊啲啊，喺山頭玩啊，或者似啲同黨咁，都係經歷啲唔同嘅嘢，不過我唔識值得分享嘅。咁聽完阿媽講個故事，我諗起曹星如。我覺得我呢幾年最中意嘅就係曹星如。每一次要成長咧，你想去舞台度咧，第一樣嘢就係種口種鼻㗎啦。你一定咧就要經歷好多唔同嘅嘢，你先可以去分享。咁好多謝你分享啦。不過你下一次嘅分享可能仲經歷多啲。咁所以我覺得係一件好浪漫嘅事，我覺得好值得去再回味之後好，其他人咧？仲有冇其他人啊？係啊，爭取下，佢11點要走啊，因為返學。OK，阿咪想要禮物先，我可以送俾啊。有幾樣嘢，第一樣咧就係睇到你係一個比較極端嘅人，由極端嘅封閉去到極端嘅開放，極端嘅同人哋溝通嘅面。另外亦都睇到你嘅有前冇後打死把走嗰種狀態，嗰種嘅狀態亦都帶出嚟有好多可能性㗎。一跑跑喺好好嘅成績各方面，咁呢啲都係一種破釜沉舟嘅狀態底下先出到個結果。當然亦都睇到你嘅經歷喺第二次嘅角色裏邊，差唔多面對死亡嗰種。我當時諗到嘅就係你身邊嘅人，佢嘅感覺真係好難受，或者係一個好大嘅挑戰。當然你願意面對咧，亦都走過嚟咧，對你嘅人生亦都會非常大嘅幫助，正如你最後呢個收穫。所以喺你身上咧，希望睇得到嘅就係而家年輕人，睇到而家年輕人嘅某一面啦，唔係叫做典型，但可能而家年輕人有好多都係會係咁嘅狀態，同我哋過去比較穩陣、比較踏實一啲唔同嘅，另外分享。
講少少，我聽你講嘅經歷咧，其實你成功係有準備嘅。你每日有5日，每個禮拜5日跑步，其實我都有學過嘅。不過我冇堅持到你每個禮拜5日，咁呢個係成功係有準備嘅。咁跟住咧，你遇到嗰個困難暈低咧，其實我都想睇下，了解下點解會暈低咧？其實因為呢個答案可以話俾下嘅人聽，點解唔會跌低？點解咧？淨係知道衝，但係唔知道危險嘅程度點樣去預防咯。我就係研究預防呢樣嘢。多謝。好啦，咁啊，到我啦，係嘛？咁阿咪啊，喺你出事啦，喺你低谷嘅時間咧，你媽都會好無助㗎。即係呢個真係現實嘅體驗。但係我會永遠相信你同埋神會賜俾我呢個孩子咁獨特，係一定可以戰勝所有一切。正正就而家喺投資裏面講規避風險，機會喺度。所以今日我好感恩，我亦都好讚歎你今日嘅 presentation， 起承轉合真係有。佢行到出嚟呢個位置係我以前未見過㗎，係第一次。我嘉許你為自己勇敢行一次。佢今日佢尋日環住一個目標就係我要做好今日嘅3人同行演說。佢不斷喺屋企練，你呢度見到份稿嘅其實，佢不斷咁讀，不斷咁練。即係我見到你呢個就係你嘅火啊！而呢個火唔係別人俾一樣嘢你去點你，而係你燃點自己。而呢個火係能夠你安全去到人生嘅終點。而呢個火，人哋覺得跟住你行就會好踏實，好想同你喺埋一齊。呢個亦都係我今日想同你講嘅嘢。咁好多謝3人同行，亦都好多謝師傅，好多謝 Dr. 張，一個機會，佢係特登去休息多一日，讓成就咗呢件事，一個美麗嘅事係嘛？好，我哋掌聲。Thank you。咁一個出色嘅孩子咧就要返學啦。佢首先要返學啦，今日都非常之好喎，成就咗一件事咧，就係佢10點鐘要 rap 科喎，即係搶科啊，3分鐘搶到，因為有條專線，係啊，所以有掌聲嘅場地啦，多謝李 Sir 啦，俾機會啦，我3秒鐘啊，3秒搶到啊，幾勁！我啲極速嘅專線喺我哋嘅房間裏面。咁而家時間11點鐘啦，好多謝大家，今日嘅古仔比較長，我都冇特別規限，因為用咗Dr. 張嘅半個小時。咁而家時間就放個 break 先啦，我10分鐘 break，跟住翻嚟咧，我哋點去規避同埋掌握我哋機會，好嗎？OK，一陣間見。